Hello，我係潘怡老師。Hello，我係 Yellow 老師，歡迎收睇親子打卡遊第2集。Smart Kiddy，Are you ready？Ready 去邊啊去 M+ 嘅畢加索與亞洲的對話展覽。Let's go！展覽由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借出超過60件畢加索嘅真跡。今次 Smart Kiddy 嘅老師將會帶小朋友導賞3幅名作，就等我哋一齊走入 M+ 探索一下畢加索嘅藝術世界啦！而家我哋睇下第一幅作品《多拉馬爾的肖像》。多拉係畢加索嘅好朋友，佢係一位攝影師。我哋成日喺畢加索嘅畫見到多拉嘅蹤影。小朋友，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被呢幅畫嘅鮮豔顏色所吸引，因為色塊嘅碰撞令畫面充滿動感，吸引大家嘅眼球。呢幅畫係畢加索標誌性嘅立體主義代表作之一。畢加索運用鮮明對比嘅藍色、綠色、黃色嚟表達多拉嘅情緒。冷調嘅藍色令我哋感覺到憂鬱同埋沉靜，而黃色同綠色就為畫面增添溫暖活力。唔同顏色嘅色塊有助呈現多拉有唔止一種嘅情緒。你會見到畫入邊嘅佢有時開心，有陣時唔開心，有陣時睇嚟好平和，但係有陣時好似好嬲咁。好多人都話畢加索係抽象畫大師。咦？但係點解佢嘅畫會有抽象嘅感覺嘅？係因為畢加索擅長觀察物品嘅唔同部分，用拼貼嘅方式一次過喺一幅作品入邊表達。例如喺另外一幅多拉嘅肖像，你會見到多拉正面嘅眼睛同埋側面嘅眼睛合併，產生怪誕抽象嘅感覺。小朋友，你哋都可以觀察物件嘅唔同角度，將你最中意嘅一面放入畫作入面。呢幅就係畢加索嘅名作《台座上的大靜物》，係畢加索1931年創作嘅作品，係以黑色嘅粗線條勾畫出好多奇形怪狀嘅扭曲物件。不如而家我哋一齊睇睇。首先我哋睇下畫入邊嘅線條，全部都係曲線，而且線條非常之圓潤，睇落去十分之怪誕可愛啊！而家我哋睇下畫面嘅中間，好似有一張靠近牆壁嘅半圓形台，台旁邊有一點燭光。再睇下隔籬有一個黃色嘅花樽，花樽嘅隔籬有紅色嘅花，花入邊有2點綠色同埋黑色嘅花蕊。再睇下右上角有一盞台燈，台燈仲滲透住黃色嘅光線。除咗台上面嘅物件之外，大家睇唔睇到啊？其實畫面入邊收埋咗2個人啊！究竟喺邊度啊？大家睇唔睇到啊？睇到啦！第一個人生得高啲，右上角有一對紫色嘅眼睛，有長長嘅身體，下面仲有一對啡色同埋綠色嘅腳啊！再睇下畫面嘅正中間，有一對綠色嘅眼睛，2個灰色嘅圓形就係身體，啡色同埋綠色嘅腳就好似做緊一字馬咁啊！畢加索嘅畫充滿住抽象嘅立體主義。咩係立體主義啊？立體主義係將主體分解成幾何形狀，喺畫上面從多角度同時描繪一個物體。觀眾可以喺一幅畫嘅平面中見到物體嘅唔同面向。我哋創作藝術嘅時候可以多方面觀察，然後將物件唔同嘅角度放入同一個作品上面，產生抽象畫嘅感覺，就可以話係立體主義嘅作品啦。最後一幅要介紹嘅作品就係畢加索喺1931年完成嘅海邊的人像。
你會喺淺藍色嘅海邊見到有兩個扭曲嘅石像，好似有兩個人攬住咗咁啊！喺畫入邊，你會見到球形、長條形同埋唔同角度嘅弧形。小朋友，喺畫面嘅中間有兩個圓形，就好似我哋嘅上半身咁。另外兩個弧形嘅形狀就好似大象嘅牙齒咁伸咗出嚟呀。似唔似佢哋對腳啊？喺畫面嘅上邊有兩個半球體，就好似人頭咁樣。喺半球體入邊有兩個尖尖嘅三角形，好似佢哋伸條脷出嚟呀。哦，佢哋喺度啦啦啦咁唱歌啊！呢幅作品嘅石像加咗陰影，令到線條非常之飽滿立體。哇，原來畢加索嘅作品色彩都好鮮明㗎喎，仲有奇形怪誕嘅抽象畫，真係好得意呀！係啊，今次仲有60幾幅嘅畢加索作品啊，所以小朋友咧唔好錯過欣賞著名藝術家名作嘅機會啦！展覽日期去到7月13號啊！小朋友記得長假期同爹哋媽咪一齊過嚟感受呢位立體派畫家嘅創作風格啦！之後記得留意 Smart Kindy 老師嘅創意動動手，我哋會同你哋一齊探索畢加索嘅繪畫風格，同埋一齊創作抽象嘅畫像啦！小朋友，我哋下次再見 ，Smart Kindy，See you buddy！各位，鍾意我哋嘅短片可以點讚、分享同埋訂閱。仲有啊！你哋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隨時同我哋嘅老師互動，同埋 update 我哋最新嘅教學遊玩資訊。多謝你哋啊！